This is the most disgusting thing I've ever done. 東西都玩咖啡浴，跳水男神攞新香豔，韓國索女嘔心 mode。考大家啦，咖啡除咗可以拎嚟飲，仲可以點用呢？咖啡落到韓國大胸靚女 YouTuber Shori 嘅手上，就變咗like玩具。一向都好放嘅 Shori， 今次着住低胸短裙大 show 事業線，一邊亂舞，一邊喺自己身上整咖啡。唉，我都費事講啦，你哋自己睇埋落去啦。真係要幾騎呢有幾騎呢，要幾嘔心有幾嘔心啊！ Oh my god, drink me！ 我諗冇人 drink 得你落咯。嗱，知道大家睇 Shori 整咖啡睇到眼冤㗎啦，咁就由英國跳水神童戴利幫大家洗眼啦。戴利最近呼籲大家轉飲齋啡，話因為低卡又無糖，會比飲辣車健康得多。為咗吸引 fans 聽話，戴利大 show 鋼條型身材，用咖啡豆沖涼，不得了！呢個眼神殺食到呢。戴利仲用咖啡豆浸浴，哇，夠晒養眼啊！嗱，雖然我哋個個都大飽眼福，不過戴利本人其實唔 enjoy 㗎，佢喺 Instagram 自爆。This is the most disgusting thing I've ever done. 所以都係嗰句啦，不要玩食物啊！屬雞嘅朋友，今年有吉星臨門，運程唔錯啊！後年除咗碌風車，仲要碌貓屎上全新嘅 Facebook 網站，碌啦！娛樂看翻潮流潮文生活話題應有盡有啊喂！